們要以本月為你們的正月，為你們選是一年的首月。你們應訓示以色列會眾，本月10日，他們每人照家族準備一隻羔羊，一家一隻。如果是小家庭，吃不了一隻，家長應和附近的鄰居按照人數共同預備，並照每人的飯量估計當吃的羔羊。羔羊必是1歲無殘疾的公羊，要由綿羊或山羊中挑選。把這羔羊來到本月14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體會眾應將這羔羊宰殺。各家都應取些血，塗在吃羔羊的房屋的兩邊門框和門楣上。在那一夜要吃肉，要用火蝦同無蝦餅及苦菜一起吃。你們應這樣吃：束着腰，腳上穿着鞋，手裏拿着棍杖，急速快吃。這是上主向上主受的逾越節。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國，將埃及國一切首生，無論是人是牲畜，都要殺死。對於埃及的眾首，我又要嚴加懲罰。我是上主。這血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當作你們的記號。我打擊埃及國的時候，一見這血，就會過你們，毀滅的災禍不落在你們身上。這一天將是你們的紀念日，要當作上主的節日來慶祝。你們要世世代代過這節日，作為永遠的法規。上主的話。
多人前說：弟兄姊妹們，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主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犧牲的，你們應這樣做，為紀念我。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這樣做，為紀念我。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上主的話。記述主耶穌最後晚餐中為門徒洗腳，顯示他對門徒嘅愛，並為我們立下咗一個榜樣。請各位起立，迎接福音。在逾越節慶日前，耶穌知道他離此世歸父的時候已到。他既深愛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正合晚餐的時候，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決意出賣耶穌一知道父已把一切交在他手中，也知道自己是從天主來的，有要往天主那裏去，就從席間起來，脱下外衣，拿起一條手巾束在腰間，然後把水倒在盆裏，開始洗門徒的腳。用束着的手巾擦乾，及至來到西滿伯多祿面前，伯多祿對耶穌說：主，你給我洗腳嗎？耶穌說：我所做的，你現在還不明白，但以後你會明白。伯多祿對耶穌說：你永遠不可給我洗腳。耶穌回答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
那個意思，主不但我的腳，而且連手帶頭都給我洗。耶穌向他說：報讀過的人已全身潔淨，只需洗腳就夠了。你們原是潔淨的，但不都是。原來耶穌知道誰在佢，所以就說：你們不是所有人都是潔淨的。及至耶穌洗門徒的腳，穿上外衣，坐下，對門徒說：你們明白我給你們所做的嗎？你們稱我為師傅，為主，說得正對。我原來是。如果我為主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